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因多年来许多个草地的萎缩，学生的出没一度的消耗，上作业准备留下来的高山空间，改到路拿来个利用，发化做文教、休闲观光也得用途。礼拜二带大家去看上面飞黑的消耗，发化的利益，过来探讨发化会成功同唔成功的原因。先来看中华凤阳的沈阳后院，也是一间成立在4年的自然式中途班，专门教授中华院的西来中学生，提供规律的生活、生命、学科同技能教育。让是国内抢9间，安尼爱迄搭提好高的自然式中途班哦。沈阳后院虽然做过辛苦，但过有意义。这是辐条的部分，所以你们不要有人习惯去钻里面的脚踏车。之后呢，这一颗是不会坏的，这样会坏的。中指，放下去碰得到你的龙头，这样的位置代表它是整个。当我骑上去的时候，一般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停红绿灯的时候，我们人是会下来的，好，那我们人也可以不下来，好，人也可以坐在上面，好。但是人坐在上面的时候，只要脚点地就可以了，好，脚点地就可以了。20年100屆14日天马环岛只需半个月的时间，新阳后院的礼拜同课程安排上，特别增加天马结构同维修的比例。挖胎棒呢，它有一个结构，一边是弯的，一边有一个勾的。这个勾的是要让你勾在这个辐条上面，哦。然后弯的部分是要你把轮胎挖出来，好，你伸进去，哦，把外胎挖出来之后，稍微勾住，哦，勾住在你的辐条上面。然后取一个。就过去的经验，天马环岛轻接多界就会帮练，所以大家好嘢弄清楚爱学校补练。不要以为我每次只会吃一个洞啊，而且有时候会因为你骑乘，它有时候会变成一根针就插了2、3个洞，好。所以要去注意，它前面大概有1个月到2个月的一个预备期。那在这个预备期里面，老师们跟学生们是同心的，在为一件事情在努力。那孩子们也不断的克服困难，克服每一关的困难，自己体力上的困难，自己技术上的问题，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后，他们每个人回来的时候，你就感觉说这个孩子完全就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成长。新阳后院已经成立4年，天马环岛係真重要嘅户外課程。亦係園方認為對成員幫助增加先切實嘅方式。呢篇嘅考驗係來自彰化縣境內嘅4類中學生，檢討呢篇接受24點鐘嘅生活、生命、學科同技能教育。進到我們城陽學院裡面來的，不會完全都只有行為偏差的因素而已，而且有很多是其實他本身沒有什麼太多的偏差行為，反而比較多的是他對學校的一個不適應跟對家裡的一個支持功能的一個缺乏，所以他需要有一個地方來讓他能夠穩定的就學。那這一點學校又做不到，所以他們就會進到這個地方來。實際流透呢篇已參加成員，攏係願意傳出手，本園方來將來介。圖條會經天出愛完全照規定，拜1到拜5帶學校，禮拜2日將實際表了全部卡。第一個要克服的是他的生活作息問題，他會調整到我們早上6點半起床，晚上9點半睡覺。第二個就是整個團體紀律的一個，他要遵守團體的一個紀律。那過去他在學校裡面他是不遵守校規的，那他在班級裡面他可能也是常常在那邊吵吵鬧鬧的那一個。小船同連啱攏我隻5000公尺，亦係基本要求。所以連啱同房間嘅海博船，攏是嚟看到成員排熱力、練體能。你唔單止係本成員抒發戰力，亦係為咗培養團體紀律。一開始覺得蠻超的，然後到最後就是後面之後就感覺蠻輕鬆的。技能教育亦係重點課程，上了下了解夢想班，就會伴有上學嘅學員參加，學校要有基礎技能，也了解行業。
学生们在学校里面学习到一定的程度，老师会把他们带到外面去做实习，去到他的工厂做实习，或者说去到他那个水电的一个施工的现场去做实习。所以这个跟业界的一个连结，这样记忆课程跟业界的连结是带给学生们很大的一个学习，让他们真正的去体会到说，真正出去外面工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所以在这边我们的记忆辅导的部分比较偏重在职业态度的培养。先把这个搬出去，等下再来讲。青阳學園嘅考試同各種狀況，請求是第讀3年，當然都有3000位嘅學生來讀，可比行為得到改善，是第申請將本來嘅學校。唔過得到承認，大部分都已經有資格申請離開學園，就會卡考留圖一片，因為將到本來嘅學校，可能當然同行業行填上前途，愛容易班級確係困難，造成過敗中毒。唔過頭大家團體地位，見實施的確係認識自家。你觉得来这边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就是让我走回那个正常路。怎么说？就是以前都会有走那个歪路啊，然后这边是在那边调整我们走好路。爸爸妈妈有跟你说，觉得说，你有变了吗？有啊。爸爸妈妈怎么说？就是说以前会常跑出去啊。然后现在回去就是不会跑出去了。我们同学跟同学彼此之间在聊天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发现他们会讲一些比较不雅的字眼，对。但是其实来学院之后，慢慢的，这些字眼有时候还是会存在，可是会发现他们说话的本意，或者说他们做某些事情的那个出发点跟原来不一样。可能原本在原校或者在原本的环境，那个出发点是为自己的。那个出发点只是为了要追求一时，在就是一般社会上面那种华丽的那个点。晨阳就像一本故事书，他们每个孩子进到这边都是一个故事的主角。他们过去在他们学校、在他们班上，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他是很孤单的一个人，他在跟他的环境、跟他的班级抗战。只有人会指责他，没有人会去鼓励他。或者是说他在那边始终就是为了自己要当主角，很努力的去发声。可是来到这边的孩子，每一个都是我们的主角，每一个人都带着他的故事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整个晨阳更精彩。来了，高岛鸡就位。到青陽學園圖書綜合之前，4年來也已經有幾百個學生陸續來到片圖，培養正確嘅價值觀，發覺自我潛力也確係有自信。不過當然，如果有新外嘅學生到一半就離開，年紀差唔多都係對家長來計。那如果說家長不願意把孩子，就是說他的能力比較低弱，或者說他太順從孩子、太溺愛孩子的這種家長，反而是我們容易失敗的個案。孩子只要回去稍微跟爸媽哭一下，說我在那邊好累，那爸媽可能就會捨不得，就會把他帶回去。雖然呢班下為遲到當無力，教師之年也仲係無啦。不過期望唔是受經費同場地，是得專心照顧成員。因為過去我們做中途班的時候，我們是在一棟大樓裡面。那大樓裡面它其實在市區嘛，那時候在市區，那在大樓裡面它的活動空間比較少。那國中生他其實需要的活動量很大。那我們以前都是借用社區的一些公園啊、運動場。後來呢，縣政府這邊他們考慮到縣府現有的資源裡面，當時候彰化縣有2所廢校，像這個學校92年剛廢棄不久。那之前廢棄前10幾年還有經過整修，所以它的堪用狀態還不錯。所以在整體整修起來會比較預算會比較少一點，所以當初就選擇了這個地方。是同學唔修教嘅後生條，到中途學園嘅轉換天空，尋到認識自家嘅機會同未來發展嘅方向。青陽學園用愛教進中學生，日本用唔到嘅小學方法，確係有意義。